了解抓到容易误错嘅难时候，按理来进行阅读测验中，温佢理解嘅练习，将根據題目嘅知識，讀出最符合題目意思嘅答案，或者係最適當嘅詞彙，等先題。基本上講會參加兩擺嘅活動，不過空格假美不平，手工冇愛來咧。題目說他本來說會參加這一次的活動，不過怎麼樣，他媽媽生病，就說不來了。根據兩隻句子嘅意思，就是隻先鋒，第一隻腳尾腳跟的意思，第二隻頭尾海陸腔無此用法，第三隻聽尾聽是跟隨，聽尾跟隨後面，海陸腔沒有這種用法。這三個選項套用到句子中，意思都不太對。我們來看第四隻報尾，就是後面最後的意思。不過報尾假美不平，手工冇愛來咧，他媽媽生病就說不來了。我們根據句子的意思，應該選第四隻報尾後來，意思對。不過報尾假美不平，不過最後他的母親生病，句子也通順，所以答案是4報尾。接下來看第二題，抓握空格線張度抓，等錢拿嚟再個繼續來整理。這個房子先修理到這個階段，等錢夠了再來繼續整理。4個選項，我們來逐一帶入句子。抓握報尾線張度抓，等錢拿嚟。報尾有最後的意思，這個房子最後先整修到這個階段，等有錢再繼續整理。最後與先放在一起，十分矛盾，不通順。抓握過時線張度抓，過時有超過時效或陳舊、過氣的意思。這個房子陳舊、過氣了，先整修到這個階段。房子不是因為過時陳舊而不繼續整理。後面一句有說等錢拿嚟，等錢夠了才能繼續整理，所以答案不對。抓握目前線張度抓，目前是現在的意思。這個房子現在先整修到這個階段，等錢拿嚟再個繼續來整理，等錢夠了再繼續整理，所以這個選項通順合理。抓握臨尾線張度抓，等錢拿嚟，臨尾末尾接近尾聲，這個房子末尾先整修到這個階段，等錢拿嚟再個繼續來整理，等有錢再繼續，不像是末尾接近尾聲，這個選項不合理，所以兩題嘅答案會先選目前